空军有一台爱国者的飞弹系统的维修车辆，昨日下晡3点外发生并车意外。这台车咧进行移防训练的时，伫咧台东的11线并落山坡，加在车顶的人有家己爬出来，只有着轻伤。空军表示，已经派人调查，而且协助处理拖车的工课，等咧调查事故原因。 警方由防搜线，军方的人员也伫现场戒备。详细看，伫山坎卡有一台军用车，并90度倒伫咧海岸边的草坡啊。离尾下昼3点半，台东第11线96公里的所在，一台军用车并喺山坎卡，军方证实是爱国者飞弹系统的装备维修车。 这台爱国者飞弹系统装备维修车所属单位是空军飞弹指挥部屏东基地飞弹营，离尾早起伫花莲演训，车队预防传要登去屏东时阵半路出代志，经销赶来现场，担心有人抑个缀伫咧车下骹。我刚才经过确认，所有人拢已经出来啊，只是轻伤而已。我要靠近看那个，就是说不行了。这个地方会常发生车祸吗？很少呢。 很少哦，所以会失控。一般也路还蛮直的嘛哦。可能是打瞌睡还是累了哦。空军司令部讲，驾驶甲车长拢轻伤而已，无大碍。救护车已经甲人送去病院。军方也派专人来调查，也个协助处理拖吊作业。经过2点外钟，暗时9点外，这架车吊起来升度，不过有人看到车头已经规拢冒气，海甲真严重。 空军司令部讲，会要求各单位要加强注意，避免搁发生这种代志。若代志发生的原因，也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